请看生命灵的护照，你是为荣耀神而预备，你要谦卑仰望，忠心顺服于主，你要坚持神的呼召中十架道路，不要轻看你蒙召的恩典，你是为服侍神蒙拣选，扶持受苦的人，安慰受伤灵魂，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你的主，将你的错你的光所向
主是你力量，是你帮助，你的刚强不惧怕，将你的